我一直在想，我能给他什么？没钱就算了，连经常陪着他，可能都做不到。喂，你那边都挺顺利的吧？出了一些问题，但是都顺利解决了，应该能比预估的提早2天结束。我说这李总怎么有功夫找我吐槽呢？啊？是有什么问题？你不知道啊，我们李总啊是个严肃活泼的人，工作上大大小小要管，这手下的年轻人终身大事儿也操心得很。这不，他本来想给他们所的一个小伙子介绍一个别的所的姑娘，结果据说你整天啊装得特别忧郁深沉，经常一个人看星星，收工之后呢不参加集体的娱乐，一堆涉世未深的姑娘被你迷得不要不要的，直接破灭了其他所这些小伙子的希望。哎，我说老于啊，你以前没有装的这个毛病吧？我连赢了几天，他们开除了我的排挤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就觉得你更装了啊！这人长得帅还装，还给不给别人活路了？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啊，就是要警告你，务必要继续的装下去。你听我的啊，一定不要给其他所的小伙子留一丝希望，到时候呢，封你个我院之光。我问你啊，我们李总给我打电话，就是要打听你有没有女朋友，我怎么回人家啊？要不我就直接告诉人家，你喜欢的是你们高中同学乔晶晶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单位里的微信群啊发了你和乔晶晶打游戏那个视频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跟乔晶晶是同学。我一琢磨，这不就是你在西安的时候经常提的那个姑娘吗？你当时还老吹牛人家喜欢你。不过我看那视频好像这个姑娘对你还挺有意思的，你怎么现在还是光棍啊？啊？我一直在想，我能给他什么？没钱就算了，连经常陪着他，可能都做不到。你嫂子说了，不是这么算的。我说你是傻叉吗？啊？你说对。怎么？承认了？是想明白了吗？客观事实永远存在，不是想明白的，是我处理不了。